痛唔舒服又唔知咩運動啱你做，就算冇牽引床冇倒吊架都唔緊要。今日同大家分享3個你日常都可以做，舒緩你腰椎壓力嘅運動。第一個運動係靜態懸掛 dead hang， 你可以落公園揾一啲單槓架，或者喺屋企裝一啲引體上升嘅架喺門框都可以做到。做嘅時候全身放鬆，感覺到你腰椎有牽拉嘅感覺，咁就 OK 啦。咁你大概每日做20至30秒，每日做幾組就可以啦。如果 dead hang 太難嘅話咧，你亦都可以做一個半蹲嘅腰椎牽引。你可以揾星盤或者一張凳扶住，然之後隻腳慢慢踎喺度 pat pat 向下墜，隻手同時向前伸，感受到成個背部同埋腰椎嘅伸展就可以啦。或者用呢啲攀爬架做一樣嘅腰椎牽引都可以。如果你膊頭又痛、膝頭哥又痛做唔到嘅話，亦都可以做一個好似伸懶腰嘅動作，垂直向上拉。記住要收住你嘅核心，同埋避免過度咬腰。如果大家仲想知啲咩，就歡迎留言同我講，同埋 follow 我 IG 啦。